没不大，也叫没不开张，能开张非面话，很有名的叫做能开张非面话，龙门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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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写完了。龙门阵没播，救命！救命！你的三个带领耶稣的生命，你的三个，带领，带领耶稣的生，耶稣的生命。龙门阵，没播，救命！你那三个，带领。哎，不对，这个字写错了。带领，耶稣的生，龙门阵，龙门就是晚上，龙门在天晚的时候，没播唔叫，就睡觉了 ，sleep 睡觉了。你那三个带领，那撵就是偷的意思，在东部庙宇，比如说撵别人鸡子、鸭子，它的目的是偷，它不是撵，它是偷的意思。庙宇中这个撵是偷的意思，这撵就是撵，耶稣的生来偷耶稣的尸体面。龙门阵没播，救命！你那三个带领耶稣的生 corpse 尸体 body 面来偷尸体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都要唱，背呀哈，背着船长民族都朋友照当罗马杯，能用自茶容，杯子老钢杯罗杯啊。